农业部甲教育部拢推出逐班有牛年的政策，也毋过呢，即马有一寡学校并无啉到牛年。咱的农业部长陈俊贵是表示讲，希望伫即学期，就会当互每一间学校拢有牛年通去啉。另外，针对即个鸡卵半价的问题，农业部是表示讲，会来积极增加多元的鸡卵通路。 咱特别开放纽西兰牛奶免关税进口，为着要推广国产牛奶，农业部甲教育部自9月开始推动逐班啉牛奶的政策，却引起各界批评。行政长邓英泰进前嘛承认讲，这政策确实有欠考虑。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，会继续检讨。在这一学期，我们希望说能够尽量达到每个学校都能够喝到牛奶。那针对已经下定的部分，我们会尽量的去协调乳厂。 然后增加乳厂的供应，然后及它的配送。另外一方面，立法院决定提高公牛的收购价数，10公斤要起5块。农业部反对，经济委员会要求说明。也拿农业部是提出1级2转3+3的政策，民进党立委表态支持，认为公牛起价敢若会好着部分的农民。不过知影是批评讲，部长家己的薪水就已经起几啊届啊，这公牛的价数有关是市场定。 你受益的人数大概了不起12万，只有占大概1/5，但是你的预算增加要增加91亿到116亿啊！你们自己加了5次，加了17%哦。你们好意思，你们脸都不会红，说农民的公牛收购1毛钱都不要增加，好意思吗？每年度的总预算也未过关，在野党嘛批评讲这问题就出伫农业部。 整个立法院现在总预算就是卡在你农业部啊，你要1亿估行吗？目前，搁另外一件鸡卵的量收济，产地大卖价销搁继续在闹。农业部长陈俊贵嘛表示，业者、农民甲农业部拢有责任，互鸡卵的产销稳定。除了现有的销路，会搁拍拼来扩大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